不好。我跟老师吃韩文，你跟老师吃到这个地方掏。你站这个地方嘛，站这个地方掏个掏就好看。这不行，太干了，不行，不这样。可以吗？可以的呀。好干嘛呀？赶紧按快门了，要自下然一点。来一点点，下来一点点，下来一点点。直接跟他交换了。刚才，你看呐，他那个脸非常立体啊！你再试一下。你看一下，看特写。但是啊，不要对着他呀。
gentlemen，咱们11:10正式开始。切记最初一定提前了，因为他过生日嘛是在前天嘛，因为团队内的人都去外去说去了金川了，所以又没人嘛。今年，哎，我的充电吗？我在充电，所以说就延了嘛。我这生日的话是前天的，好像是前天，昨天19号。这边正在发微信里在发视频，他准备搞主持了，要开始搞主持节目嘛，好胖哦这个。哇，我手机这么烫啊，超级胖。可以吗？刚刚那个我旋子他错了嘛，旋子那个就是叫啥？他们老家的那个，他在跳，然后要上装的穿。准备好啊，准备好啊。没穿好，所以就没有了。都要跳，我们美国明明他们都有节目，节目就是跳舞啊。这边转圈儿有可能就是中间那个那一圈儿吧，有可能。这个餐厅叫狼上音乐餐吧，这新开的没几个月，以前我看完拍视频的时候在门口拍的，去年开的吧，去年没多久，应该几个月时间吧。这个单子比较大，这个聚会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多的、生意最好的一天。要不要开？对。一直在拍，一直在拍，拍了76分钟了。就这样，还可以吧？没开空调吗？没开空调。过生日啊！在这个部分来。喂。到底是灯子和豆儿一起做啊？你就坐到这儿就不动了吗？啊，就这儿就不动，对，灯子他把它已经弄好了。哦，他们搞主持的，他是专业的。多少是专业主持人啊？哦，可以哦。上次主持人都是你的吗？对啊。他经常只是我们不知道，他在外面他本来工作就是还可以啊。多容纳模式出的吗？这边没灯嘛？哦，对，是不是要打开了？光线好一些。他在说没有解吗？没有说，还没开始吧？随时本来这边直播就不开心了嘛，是不是？全年了，我们团队就是主要长干全年人才。对啊，这年轻人都是专业的嘛。我们在这边，等会儿开始。对，以前他们也会比较勤劳，去主持都不去，根本就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我在这抢他也不让，我不想去，他们
上部自己看到，这儿有，还有那个邓主国和小拉也来了，看吧这边，邓主国和小拉也在这儿，是拉错和小拉在一起。小拉也是没区距，邓主国一般在启门桥里面直播嘛。上部暂时没来，5个座椅站。